喺娛樂圈呢個成日都喺聚光燈下，話題多到爆嘅舞台上面，明星嘅感情生活一直都係大眾成日盯住嘅焦點，佢哋一舉一動都好容易搞出個大龍鳳。最近有一單關於胡杏兒嘅爆炸性消息喺網上好快就傳開啦。胡杏兒好狠心咁斬斷咗10年婚姻，話佢同黃宗澤喺日本秘密見面，舊情復燃，老公李承德喺夜店偷食，搞到成件事成導火線，就算跪地挽留都冇用，經紀人都鬆口回應承認婚變啦。呢則消息就好似一顆重磅炸彈，一瞬間喺娛樂圈掀起咗好大嘅風浪，引業好多網友熱烈討論同猜測。胡杏兒同李承德呢對喺大眾眼中曾經係模範夫妻嘅存在，佢哋嘅婚姻一直都被人當成娛樂圈嘅佳話。兩個人手拖手走過10年風風雨雨，生咗3個好得意嘅仔仔。胡杏兒都好多次喺公開場合好大方咁表達對老公嘅感激同愛意，話老公係自己生命入面最重要嘅人。李承德都好努力咁塑造自己居家好男人嘅形象，成日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同細路仔嘅溫馨互動，一家人嘅幸福畫面真係睇到人好羨慕。不過平靜嘅湖面下面往往都暗藏住洶湧嘅波濤。一單關於李承德夜店風波嘅新聞，就好似一顆投入湖入面嘅大石，一瞬間打破咗呢份表面嘅平靜。據港媒詳細報道，3月正係李承德嘅生日月，一班好友為咗俾佢一個難忘嘅生日體驗，特意喺香港蘭桂坊一間夜店為佢搞咗一場好熱鬧嘅生日派對，仲邀請咗好多靚女到場助興。嗰晚，李承德着咗一套好筆挺嘅西裝套裝現身，裝束好紳士，但同佢平日俾人嘅居家奶爸形象就好唔同。喺派對熱烈嘅氣氛入面，李承個人好似變咗另一個，同好多位靚女頻繁互動，舉止親密到令人咋舌。佢先係同一位長髮女仔頭貼頭自拍，面上洋溢住燦爛嘅笑容，好似沉浸喺無比嘅歡樂之中。跟住又攬住一位着低胸裝嘅辣妹熱聊，女方甚至主動獻上面頰吻，動作好親昵。仲有李承德仲同靚女地攬住慢舞，手臂緊緊勾住對方嘅頸，將對方攬喺懷入面，好似成個世界就剩低佢哋兩個人咁。呢啲畫面被港媒一一捕捉到，而且好快就曝光，一瞬間喺網上引業好大嘅風浪。呢起事件令到李承德精心塑造嘅模範丈夫形象一瞬間崩塌，曾經嗰個顧家愛妻嘅好男人形象喺公眾心目中蕩然無存。網友紛紛開始質疑佢嘅忠誠度，有人聯想到胡杏兒早年同黃宗澤嗰段長達8年嘅戀情，不禁感嘆結果都係咁嘅婚姻定律好似又一次應驗，對胡杏兒嘅遭遇表示好深嘅同情。就喺李承德夜店風波鬧到沸沸揚揚嘅時候，網上又突然流傳出一則令人震驚嘅消息，胡杏兒同黃宗澤喺日本秘密見面，疑似舊情復燃。呢則消息就好似火上澆油，令到成件事變得更加複雜同撲朔迷離。胡杏兒同黃宗澤呢對曾經嘅頂流情侶，佢哋嘅愛情故事曾經喺娛樂圈中好廣泛咁流傳，充滿住浪漫同遺憾。當時25歲嘅胡杏兒同黃宗澤喺拍攝電視劇《我的野蠻奶奶》嗰陣識嘅。喺拍攝過程入面，黃宗澤對胡杏兒展開咗近乎瘋狂嘅追求，3個月內佢狂發咗600條短信，表達自己對胡杏兒深深嘅愛意。為咗可以更加方便咁同胡杏兒相處，佢甚至不惜花300萬港幣買咗鄰近嘅公寓，而且將2間房打通，打造出屬於佢哋嘅愛巢。佢仲主動擔任起專屬司機嘅角色，每日接送胡杏兒上下班，無微不至咁照顧住佢。雖然當時胡杏兒因為被貼上最醜港姐嘅標籤，成日都俾外界調侃，但黃宗澤對佢始終不離不棄，毫不掩飾咁表達住自己嘅愛意。佢甚至會舉住燈牌，坐喺胡杏兒演唱會嘅第一排，為佢加油打氣，成為咗胡杏兒最堅實嘅後盾。喺黃宗澤咁樣全情投入嘅追求下，原本堅持姐弟戀原則嘅胡杏兒終於被打動，點頭答應咗呢段關係。不過，看似甜蜜美好嘅愛情背後，卻隱藏住深深嘅裂痕。
喺同黃宗澤同居嘅日子入面，胡杏兒承擔咗大部分嘅家庭開支，甚至親自為黃宗澤煮飯洗衣，無微不至咁照顧住佢嘅生活起居。但黃宗澤就好多次被港媒拍到同其他女星喺夜店接觸，行為好唔檢點。仲發生咗一件令到胡杏兒好受打擊嘅事，一個內地女演員竟然跑嚟佢哋屋企，話自己先係正牌女友，要同胡杏兒談判。面對咁荒謬嘅質問，黃宗澤卻淡定咁回咗一句：根本唔熟。其實嗰陣佢早已經被捕出用3部手機分別聯繫唔同嘅女人，其中一部專門用嚟同胡杏兒保持聯繫，另一部用於工作，而第3部就用嚟撩戲組嘅新晉女演員。呢段感情嘅終結好似早已注定，尤其喺胡杏兒捧起 TVB 3料視后獎杯嗰陣，佢含淚向黃宗澤告白，希望我哋可以一直忍落去。全場觀眾歡呼結婚，結婚，但黃宗澤只係露出微笑，並冇作任何回應。幾個月後，胡杏兒喺蘇州拍戲嗰陣，黃宗澤被捕喺酒吧同新歡親密，呢一系列嘅事件令到胡杏兒徹底心灰意冷。最終，胡杏兒無聲咁搬出咗佢哋嘅愛巢，宣布咗分手，冇第三者，只係走唔落去。雖然黃宗澤曾經極力挽回，發咗50條短信，並送上3克拉嘅鑽戒，甚至喺採訪嗰陣崩潰瘦咗15斤，但胡杏兒嘅心已決。拍拖8年，佢約跪地求婚一次，我立刻嫁。不過佢連呢個勇氣都冇，佢咁樣冷笑。如今胡杏兒同黃宗澤已經分手好多年，兩個人都各自開啟咗新嘅生活。但呢次胡杏兒婚姻出現危機，又突然傳出兩人日本秘密見面嘅消息，難免令人浮想聯翩。對於呢個傳聞，雙方經紀人好快就做出咗回應。胡杏兒經紀人表示，胡杏兒呢次去日本係為咗工作，同黃宗澤只係偶然相遇，並冇舊情復燃之事。黃宗澤經紀人都強調，兩人如今只係普通朋友關係，希望大家唔好過度解讀。不過，雖然經紀人咁樣回應，但網友好似冇咩人買賬，依然對兩人嘅關係充滿住好奇同猜測。回顧胡杏兒同李承德呢10年嘅婚姻歷程，佢哋亦都有過好多幸福美好嘅瞬間。胡杏兒通過相親識到獵頭公司老闆李承德，兩個人識咗僅3個月後，李承德便成功求婚。呢段閃電式嘅戀情令到好多人感到驚訝。同年，佢哋舉辦咗一場浪漫而隆重嘅婚禮，吸引咗無數人嘅目光。婚後，胡杏兒同李承德嘅生活看似好美滿。胡杏兒喺生育3個仔仔嘅過程入面，展現咗無比嘅堅強同母愛。雖然生育期間身體承受住巨大嘅痛苦，但佢始終保持住積極樂觀嘅心態，而且喺生育後好快就恢復身材，重新投入嚟工作。佢年均拍攝2、3部作品，喺46歲高齡嗰陣，仲憑政法劇重戲入面精湛嘅演技征服咗觀眾，展現咗強大嘅事業心同專業素養。李承德喺婚姻初期都好努力咁扮演住好丈夫、好爸爸嘅角色。佢成日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同細路仔嘅互動照片，帶住細路仔去露營、環球旅行，營造出一種溫馨和諧嘅家庭氛圍。胡杏兒都好多次喺公開場合表達對老公嘅感激同愛意，話佢係自己生命入面最重要嘅人。兩個人仲經常一齊出席各種活動，展現住恩愛嘅一面。不過喺呢份看似完美嘅婚姻背後，其實都隱藏住一些唔為人知嘅問題。李承德喺婚前就有港姐殺手嘅稱號，曾經同胡杏兒嘅閨蜜李施嬅、TVB 花旦張曦雯傳過緋聞，被調侃為獵頭公司老闆專獵港姐。可見喺結婚前，李承德就唔係一個安靜分子，專挑靚女落手。而婚後，雖然佢立住咗24孝老公嘅人設，但呢次夜店事件卻令到佢嘅人徹徹底崩塌。佢自稱生意成功到可以退休，但事實上佢經營嘅酒吧仍然喺營業，而佢頻繁曬娃，自稱有時間陪細路嘅行為，同夜店狂歡形成咗鮮明嘅對比，令人不禁對佢嘅真實為人產生質疑。
李承德夜店風波以及胡杏兒同黃宗澤舊情復燃傳聞曝光後，公眾嘅反應呈現出明顯嘅兩極分化。多數網友對李承德嘅行為表示好強烈嘅不滿，認為佢作為已婚男喺夜店同多名女性嘅親密互動已經越界，超出咗正常社交嘅範疇。佢哋質疑李承德好丈夫好爸爸嘅人設崩塌，指責佢對婚姻唔忠誠，對家庭唔負責任。部分網友仲聯想到胡杏兒早年同黃宗澤嘅戀情，感嘆結果都係咁嘅婚姻定律，好似又一次喺胡杏兒身上上演。對胡杏兒嘅遭遇表示好深嘅同情，紛紛勸佢遠離渣男，趕緊離婚。不過，亦有部分聲音為李承德辯護。佢哋指出，李承德作為夜店老闆，應酬屬於職業常態，喺夜店呢種特殊嘅環境入面，一些親密動作可能只係社交場合嘅常見行為，並唔能夠說明佢就有實質性嘅越軌行為，可能係被媒體過度解讀咗。亦有網友提到，胡杏兒長期喺內地工作，夫妻聚少離多，可能係導致呢次事件嘅誘因之一。若選擇離婚，胡杏兒將面臨好多棘手嘅問題。首先係仔女撫養問題，3個仔仔都未成年，撫養權爭奪可能會對細路仔嘅心靈造成好大嘅傷害，影響佢哋嘅成長同發展。其次係財產分割問題，李承德名下嘅夜店由胡杏兒公司控股，離婚可能會導致商業版圖嘅瓦解，俾佢嘅經濟帶來好大嘅損失。此外，輿論壓力都係一個唔可以忽視嘅問題，呢個事件嘅負面影響可能會對佢嘅演藝事業造成嚴重嘅打擊，影響佢喺觀眾心目中嘅形象同口碑。不過，若選擇唔離婚，胡杏兒同樣要承受好大嘅痛苦。維持婚姻意味着要忍受信任崩塌帶來嘅痛苦，以及形象危機帶來嘅壓力。佢需要重新建立對李承德嘅信任，呢無疑係一件好困難嘅事。同時，商業風險都係一個現實問題，夫妻合體代言、綜藝等合作可能因為負面新聞而終止，呢會對佢嘅經濟收入產生一定嘅影響。無論離唔離婚，對胡杏兒嘅事業都係一種打擊。從胡杏兒過往嘅婚姻態度同危機處理模式嚟睇，佢可能會採取以下幾種策略嚟應對呢次危機。佢可能會選擇淡化爭議，強調信任同家庭穩定。胡杏兒曾經好多次公開表達對李承德嘅信任，話佢係101分老公，並遺憾識得太晚。呢次事件中，佢可能延續呢個態度，通過社交媒體或者媒體聲明強調夫妻間嘅信任，例如婚姻需要互相理解同支持，相信伴侶嘅社交邊界。之前面對李承德被質疑軟飯王嗰陣，佢曾經力挺其事業同家庭責任感。呢次或者採取類似方式，將爭議歸因於朋友聚會中嘅正常互動，或者媒體斷章取義。佢亦都可能選擇轉移焦點，將重心轉到家庭同事業上。胡杏兒可能通過分享家庭生活動態，例如親子互動、工作進展等內容，間接回應輿論，弱化事件嘅負面影響。例如近期佢頻繁晒出全家出遊、仔仔成長等內容，後續或者繼續以溫馨畫面展示家庭和睦。同時，佢正在拍攝嘅影視作品都可能成為轉移公眾注意力嘅契機。當然，胡杏兒都有可能選擇性沉默，或者低調冷處理。若事件未進一步發酵，佢可能選擇唔正面回應，避免話題升級。之前佢未對李承德婚前港姐殺手標籤及緋聞史公開置評。呢次或者延續冷處理策略，僅喺必要時通過經紀人簡短表態，例如私事唔佔用公共資源。此外，唔排除胡杏兒同李承德共同露面或者互動，以實際舉動破除分辨傳聞。例如，兩個人之前頻繁合體出席活動、晒旅行照，未來可能通過類似方式強化恩愛如初嘅公眾印象，甚至提及事件後更加珍惜彼此等感性表述。呢次事件對胡杏兒夫婦嘅公眾形象造成咗嚴重嘅衝擊，佢哋曾經精心塑造嘅模範夫妻形象喺一夜之間崩塌，公眾對佢哋婚姻嘅完美想象被徹底打破。
李承德嘅行為直接衝擊咗佢好丈夫、好爸爸嘅標籤，網友對佢嘅忠誠度產生咗極大嘅質疑。而胡杏兒都面臨住情感信任嘅考驗，佢過去曾經因為黃宗澤嘅花心結束咗8年嘅戀情，呢次風波可能會令到佢對婚姻嘅信心產生動搖。若後續有更多證據曝光，信任危機或者會進一步加劇，呢對佢哋嘅公眾形象同演藝事業都將產生不可估量嘅負面影響。胡杏兒育有3個仔仔，家庭穩定對佢嚟講尤為重要。事件曝光後，若夫妻關係惡化，可能會對細路仔嘅心理成長造成嚴重嘅傷害，影響佢哋嘅性格形成同未來發展。若選擇隱忍，佢則需要承受輿論對佢委曲求全嘅評判，呢會對佢嘅心理造成好大嘅壓力。之前李承德以居家大娃嘅形象示人，呢次行為都被質疑係唔係盡到咗父親嘅責任，無疑會令到公眾對佢哋嘅家庭關係產生更多嘅質疑。喺事業方面，胡杏兒近年活躍於內地影視及綜藝，憑獨立女性賢妻良母嘅標籤獲得咗一定嘅商業價值。若婚姻爭議持續發酵，可能會影響佢嘅公眾形象及品牌合作。但如果佢能夠以冷靜處理家庭事務嘅姿態應對，或者可以強化其理性人設，喺一定程度上挽回公眾對佢嘅好感。胡杏兒婚姻風波係一個複雜而又具有代表性嘅事件，佢令到我哋睇到明星婚姻喺公眾視野下嘅困境同挑戰。希望透過呢個事件，我哋能夠更加珍惜自己嘅婚姻，尊重他人嘅選擇，共同營造一個更加美好嘅社會。